锅子里面的灶不要一直搅拌，我们先焖着。为宣导理小保护，促进妇幼庆祝活动，私立时尚美学管理协会18日伫静兴新奇公司门口举办一场温馨的妇幼庆祝团赏活动，吸引真侪市民专家出动热情参与。现场还安排小朋友歌舞的表演，活动精彩趣味。觉得哪边最难？憋这个最难。憋这个最难。那你觉得有趣吗？有趣。有趣。第一次做哈。妈妈，你觉得这个活动怎么样？很好玩啊。怎么说？很舒压。除了教做手工杀文，主办单位特别伫活动当中加入了离校保护的宣导，让这种活动更具教育意义。这次呢，就是亲子跟妈妈还有我们一些成人来做一些造型，然后最重要我们的亲子互动是针对小朋友，他们能够在青少年这段时间能够顺利的正面的面对一个家庭的一个环境，所以我们要为了儿少保护，然后我们配合社会局来做一下宣导。那最近我们今天的活动有做，除了妈妈有做头皮梳药的部分，还有做小朋友的一些像喜欢的卡通人物的精油皂，还有甜甜圈啊，让他们觉得在这个过程的流程当中，他们知道精油皂怎样来做会比较好。基金科技是我们美妍姐的好朋友，所以呢，我们一定要出来给她鼓励支持，然后呢，跟着她一定会让你们每一个人都变得美美的。王丽婷表示，囡仔是父母的宝贝，更是国家社会资产。囡仔会当健康快乐大汉，无受到暴力、色情的威胁甲污染，是大家共同的责任。透过举办宣导以及妇幼活动，社会动手做精油的杀文，让亲子家庭会当健康快乐度过假日时光。记者张世伟采访报道。